主后2023年10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倒一个方向进步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第2章第1到22节。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。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圣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，比拢总的山岭较悬，万国拢会抑活来归伊。万民会来讲：咱来上上主的山，来去雅各的上帝的殿。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伊的路。律法会对锡安发出，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。上主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伫万民中排解纷争。因为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拍做镰刀，这个袂阁举刀攻击迄个，因嘛毋免搁学战争。雅各的后代啊，来，咱着靠上主的光来行。上帝啊，你有去杀你的子民雅各的后代，因为国内逐所在拢有东方来的风俗，人民亲像非利士人伫卜卦，搁趁外国人的习惯。以色列全国金银满满是，因的财宝算袂了，因的地战马真多，因的战车袂当计算。全国逐所在都有偶像，因跪拜家己的手所做的，拜家己的砖头仔捏造的神明，所以人受屈辱。逐个人变做卑贱，上主啊，毋通赦免因，着米入去石洞，着藏入去土底。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迄日，目头悬的人会受降价，骄傲的人会受屈辱，只有上主受高举，得到尊崇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日得要临到，伊要互所有骄傲自高的人变卑贱，互高举家己的人拢受侮辱。伊要互黎巴嫩悬搁大的碧香树、巴山的橡树、所有的悬山、一切的小山、所有的堡垒、一切坚固的城墙、所有他死的船只、一切水的芳泉，拢受攻击。后来，自高的人会受屈辱，骄傲的人会受降价。伫迄日，只有上主受高举，得到尊崇。偶像会完全消失。伫上主起来护地大摇动的时，人会米入去石洞，藏入去土坑，要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伫迄日，人会将用金银做来拜的偶像，迄角互参刺甲密婆。伫上主起来护地大摇动的时，人会走入去石洞内，也是秘伫山壁旁，要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不过靠鼻孔得喘气，因拢无算什么。对倒一个方向进步？伫原子习惯，
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。册中有一个互人印象深刻的概念：只要逐日持续进步1%，1年后就会进步137倍。不过，基督徒应该还着搁再问搁较基本的重要问题：进步是要往倒一个方向？上尾的结局是毋是会当通过上帝公义的审判？人的美梦若是重建通天的巴别帕，建立坚固的城墙，期待坐享期待豪华的船只，安尼敢真正较好？以赛亚书第2章讲到2种时间点：现在甲未来。其中敢若1遍提到现在，有7遍描述未来。因为安尼，本章首要重点是未来会安怎？换一句话，上帝子民着问家己：我期望怎样的未来？第二个重点是对现在通往未来之间，上帝子民行伫什么道路？先知以赛亚指出，迄个光明美好的未来，就是上帝的名甲上帝的殿受高举和尊崇的时刻。上帝的名受尊崇，是万国和睦的主因。当人彼此邀约同齐聆听上帝的训诲，就是光明的道路。以赛亚为着安尼呼吁上帝的子民来，咱着靠上主的光来行，也就是爱尊重上帝，伫生活中用上帝做快乐。可惜，常常时以色列人行伫错误的道路，家己毋知。以赛亚明确指出因的问题：国内世界有异族的法术，人民军队异族习俗，因追求金钱和武力，世界充满偶像，因膜拜家己用手雕刻出来的物件。不过，当时以色列人检采乐观得看待经济甲国防拢进步的成果，认为国家社会的前途是光明的。以赛亚却讲，遐个无定军伫永恒的事物，拢要失去价值。1912年，号称永袂沉没的铁达尼号首航就弄着冰山，沉入去海底。2023年，以探测铁达尼号残骸做诉求的泰坦号，正入深海无偌久就落泊，残骸四散伫海床。对人类历史来看，再印证先知的预言：伫上帝公义的审判中，骄傲的人要亲像受殲毒的黎巴嫩香柏树，亲像受毁灭巴山橡树，亲像受摔倒的高塔和城墙。就算期待豪华的船只，也要沉没。当上帝献出荣耀的日子，遐个倚靠钱财、权势，搁用崇拜人的手所做的物做快乐的人，要秘点山洞椒盐的屉棚内，企图闪避上主的愤怒。对遐个性命黑暗的人来讲，上帝荣耀比日光搁较惨目。人无敬畏上帝，有搁较济的进步也无路用，因为性命是黑暗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期待的进步是毋是朝向永恒？伫基督荣耀的国度内面，骄傲自大要破灭，大多尊重上帝的人要行伫光明中。
默想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跟对伊的，就无踮伫黑暗，要得到生命的光。我有伫光明中得行无？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跟对伊的，就无踮伫黑暗，要得到生命的光。我有踮伫光明中得行无？咱来祈祷，愿光明的主制止我的骄傲自大，互我无倚靠金钱甲家己的气力。愿主的名踮我的心中显做大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